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港界青春变公道单元，我是主持人阿明詹伟民。咱讲今日是咱台语辩论上尾一场，咱邀请到高中生、大学生针对着12月18四大公道案进行对话啦吼，真正上尾一场啊！前几场咧，咱嘛得到袂少观众朋友学乐啦吼，讲哦哪看哪感觉讲哇，咱台语有救啊啦吼。本地咧，咱邀请是高中生、大学生，无想到讲咱佫较少年的少年朋友来报名啦吼。今日上有趣的是国中3年啊尔吼，咱嘛要感谢侪老师、家长鼓舞这少年朋友勇敢用台语来表达家己的这个意见吼。阿平感觉真安慰吼。咱嘛讲到做台语福建的工课，就是爱愈来愈侪人愈来愈少年化啦吼。另外，嘛要甲大家报告一个，伫咧12月18，咱台湾新港界伫6点至7点这个时间要进行 live 公投的这个开票，希望大家吼做伙来关心投票这个进度啦吼。另外，话阁讲来，今日是针对着第17案，主问是你敢同意核市场开放上转发电精彩辩论，即阵随来起讲。首先来小解上方啦吼，正方是咱已经参加过吼，咱青春变公道单元，咱的美国 IEP 欢迎，爱台湾，看公司，做伙讲台语，美国 IEP 祝大家阖家平安。美国 IEP 要祝大家阖家平安吼。首先，咱要邀请正方第一边是咱的林玉成，欢迎。大家好，我是林玉成。非常感谢。所以咱要邀请正方第二边是咱的周铁安。大家好，我是周铁安。非常感谢，所以咱要邀请正方第三边卢德廷。大家好，我是卢德廷。非常感谢，这是正方代表，所以咱要邀请来自高雄的南台湾少年，1、2、3。日头青春，南台湾少年加油！哦，南台湾少年加油哈！尤其咱要欢迎的是咱这8场内底上届少年的这个辩论员哈。咱来邀请反方第一边是来自高雄市寿山国中国三生林阳，欢迎。主持人好，对方朋友好，我是来自南台湾的林阳。非常的感谢啦！咱等下当看讲林阳安怎用伊国中3年啊，这个年会安怎来去做一寡咱对这个议题的思考啦，非常欢迎。第二位，咱要邀请反方第二边是来自高雄市新兴高中高1生林英子。乡亲、父老、少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徛伫高雄的林英子。非常感谢啦吼，咱等下好好了解这个林阳和英子啊。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姐姐，咱等下好好来访问。好，再来咱要邀请是反方第三边，同款来自高雄市新兴高中高1生蔡坤成，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坤成。OK 啦吼，咱讲到这个来自高雄的这个青春少年兄，各位这个学生囡仔啦吼，非常的这个无简单，会当徛伫咱这个舞台顶，好好来做辩论吼。先来请教我这个正手边，尤其是美国 IEP 啦吼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吼，顶回无好好了解一下。咱这回已经2摆来参加，今仔日有新的这个队友吼，伊是咱的玉成吼，这个大家看伊这路吼，应该约会出来，伊是咧拍什么球啦？甲你了解一下拍什么球？我是咧拍篮球。OK， 拍篮球啦，啊，佮讲台语，为什么你会来做这个台语的辩论？是毋是厝里嘛有咧讲台语咧？厝内啊，我拢甲阿公阿妈咧讲台语，啊，老师拢咧教像会讲台语，啊，我会讲一点仔台语。OK， 一点仔台语你是较谦虚啦吼。啊，其实嘛要感谢老师吼，老师是教这个数学的，会当甲遮的这个无共学生这个2年啊、3年啊，考我来啊，做伙共同针对一个议题好好来表现咱过来请教铁安经过顶回一摆这个经验，第2摆来参加，应该较在胆袂惊吧？较袂惊。较袂惊啦啊，经过第1摆安尼第2摆的准备上有啥物撇步无？差不多呢。差不多啦啊，咱讲这个平常心来去做进行啦。过来要来了解是咱的德廷啦顶回表现观众朋友哇，讲哦，真正在胆都是伊啦啊，咱讲过去台语互伊真侪自信，互伊家己讲一下，台语啥互你自信？
就是进前咧伫国中的时阵，我其实是无啥敢伫别人面头前讲话，啊，毋过即摆突然间来遮安尼讲台语，啊，毋知影为虾米，就感觉讲足自然的，啊，就感觉是台语，互我一个自信，安尼通伫别人面头前讲话。是啦吼，讲家己的这个语言，就是互你自信、互你信心的一个来源啊吼。啊，其实德廷吼，伫咧国中的时阵，就真出脱吼。迄当阵虽然讲毋敢伫咧吼公开面头前做一寡表达，但是迄当阵有创建一个学习资源的这个网站吼，叫学啊吼，这是啥物物件？就是一个大家当伫顶悬分享这个教育资源的平台啊。OK， 所以伫咧国中就有即个创意伫咧吼，未来吼嘛希望你创造一个本土语言的即个吼，咱讲学习资源互大家啦吼。即阵咱来绍介咱南台湾少年吼，头拄仔讲着假地啊，即个组合啦吼，啊其实英子嘛是即个昆城的即个同学啦吼。咱讲林阳，你感觉即个台语比你较好，还是你比较好？姐姐的台语比我较好。比你较好，但是姐姐讲无啦无啦吼，伊伫咧手底下下咧。英子啊，你伫厝里爸爸妈妈安怎甲你讲台语，还是阿公阿嬷安尼甲你讲台语咧？爸爸甲阿嬷会向阮讲台语。OK， 所以咱讲吼，真正伫处理吼，甲这个喙学好啦，非常重要吼。嘛是讲头拄仔德廷讲到的，台语会当互你有真大的这个自信，甲发挥的这个空间伫咧啦吼。啊，过来咱来讲到吼，这个昆城啊吼，平常时甲英子啊是这个高中1年啊这个同学啦吼。恁安尼入学嘛无介久，是进前就熟悉吼？无，无啦吼，所以安尼平常时咱即回要搁参加辩论，安尼平常时安怎练咧？平常时下课有时间，还是就是平常时有时间啊，放假有时间，咱就做伙出来练。做伙出来练啦吼。上尾搁请教林阳啦，头拄仔话讲介少啦，因为你是国中3年啊吼，咱即回8场内底上届少年的，你感觉你家己吼上大优点是啥物？对议题掌握有无？就是上少年吧。上少年啊吼，上少年，咱就真正好好来看讲，小少年到底安怎来针对议题好好来发挥啦吼。今日咱的这个辩论，依然是分做3个部分吼。第一部分同款是这个新论，第二部分是咱讲上刺激的自由辩论吼。咱即阵改做是每队是4分钟的时间。另外，咱讲第3阶段就是要来做结辩吼。即阵来了解第1阶段，咱的这个新论的辩论规则。新论是由正方第1位辩论员先来做发表，接落去由反方第1位辩论员按顺序是正方第2辩、反方第2辩、正方第3辩、反方第3辩。每位辩论员发表的这个时间是4分钟，袂当超过4分半。即阵咱就要来进行第1阶段新论的这部分。先来邀请咱的玉神是咱正方第1辩，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台湾迄电已经用到真棒啊！若拄着热天用电高峰时，咱就带咧等。一个小问题，就引起大停电。今年5月13、5月17，全台大停电，伫5天内底有2摆呢。台电嘛承认供电有问题，蔡总统嘛因为即件代志，甲全国人民讲歹势，伊嘛真歹接受啊。专家嘛表示，咱应该爱面对电无够用的事实，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是台湾经济重心，电若无稳定，会影响到全台湾的企业，造成上大的损失。譬如讲，今年4月啊，台积电伫南科因为停电损失特别10亿。所以台湾一定要解决电无够用的问题。简单讲，就是要增加发电。毋过要用啥物方法来增加发电？要烧煤炭，还是烧天然气？烧煤炭会造成空气污染，排放 PM2.5。咱的空气已经足歹啊，搁烧落去，废管都要烧到臭灰搭啊！烧天然气，共款会造成空污。虽然一排的 CO2 是较少，毋过伊会排放甲往伤害空气，而且天然气是足歹运送，甲足歹保存的。若线路若发生意外，就是咱讲的气爆，若造成拢会造成上大的伤害。
国外嘛发生真侪共款的代志。过来是成本上悬，一度电差不多是3块外，比起来核能一度电差不多1块外尔。目前台湾火力发电差不多是中发电的8成，面对欠电，袂当阁用遮尔无咱济成本悬的方式来增加发电，或是中开就是要来解决即个问题，因为伊袂造成空气污染，是上有效率的方法。就算甲建设的成本、甲处理核废料的成本拢算入去，核电嘛是上省钱的。美国的资料讲，考虑所有的成本，一度电毋免1块，而且联盟的估算，合适运转40年，平均一度电毋免1块半。最后，咱要确定核是有法度重开无？当然是有嘛。清华大学专家表示，专家表示，5年500亿就做会到啊。台电的董事长讲，可能爱1000亿，啊，毋过这拢袂要紧，因为不管是1000亿还是500亿，重要的是发电毋免10年，本钱就拢转来啊。最后，咱提醒大家，废除核试，毋是像讲伫电脑头顶饲一个delete键就好啊呢。阮已经损失3205亿，啊楼顶甲楼骹阿公甲阿嬷，一个人平均爱开13688块呢。所以咱当日要重开核试发电厂来帮助台湾发电解决空污甲欠电的问题。谢谢。非常感谢正方第一辩是玉信吼，即阵来邀请反方第一辩林阳，时间4分钟，请开始。父老乡亲、少年朋友，大家好，我所徛的立场是反对核能电厂。咱台湾的面积36000公里，而遮小的土地已经有3个核电厂咧放，其中核一、核二甲还未起了的核四，拢起伫迄北海岸。台湾是伫迄板块的交接处，板块运动本食就真食，竟然搁敢起核电厂。根据台大地质的报告，2公里的 S 断层正正探过核四的下骹。中央地调所嘛证明，核四的外海有一条超过93公里的断层。毋若安尼，离遐附近的海，阁有70几座海底火山，11座阁是活火山。所以，伫迄311核灾了后，咱遮的核电厂去互人囥伫迄上危险的顶级。想看卖，若是有一天台湾发生像迄阵福岛的核灾，疏散的范围需要30-40公里。湘北甲基隆、桃园甲宜兰，迄是有带成千万人呢。这要安怎伫短时间内疏散？到时迄款的混乱、恐怖、甲惊吓是虾米程度？今仔日咱来遮讲的核四是30年前设计，伫迄做的15档有512项违规，园林会合作试胖有75项要做7年啊，阁有40项无过，安尼起停，超过20外档的核四，违停到单嘛已经趴荒伫遐7年外啊，内底足侪机械旧甲袂堪即使用，
一寡原厂嘛早就无咧做啊，甚至有诶厂商已经破产解散啊。若是要搁起，就爱进行全面性诶检查甲修理。时间若又搁过10年，安尼敢会付？我想这根本袂符解决台湾用电诶需要。若继续搁去核数，就亲像有人讲巴肚枵拜托小等10年诶，安尼早就袂付啊！人民诶每一箍钱，拢是辛苦拼来诶，毋通甲落入迄无效诶电厂。无论如何，实在是毋免计较，硬甲台湾安一个无稳定诶炸弹。非常感谢反方第一辩吼，咱搁一摆强调吼，伊是国中3年学生尔，真正袂歹啦吼。即阵同款来邀请是正方第二辩，是咱的周铁安，时间4分钟，欢迎开始。大家好，我是周铁安。对方拢甲核试妖魔化，敢真正有遮尔严重？足侪国家拢咧起新的核电厂，亲像日本啊，因之前有福岛的核灾啊。但是因嘛是选择爱继续使用核能，这代表讲这是一个国际趋势。第二，咱来讨论这安全性的问题啦。因讲啊，这核电厂袂当动地动啦，但是伊有0.66G 的耐震度啦。若是有0.4G， 就会当7一个地动，所以讲这是会当动地动的。搁有讲福岛的核灾，伊是因为海水倒悬，毋是因为地动所造成的。所以讲地动毋是一个问题。讲到迄下骹的断层，这个断层已经43500年拢无活动啊。所以讲这嘛毋是，这甲活动的断层是无共款的。对方搁甲这个核试讲做是一个动公仔车，甲物件拢倒做伙，所以规组拢歹了。但是无一个电厂的物件拢是同一个公司做的，亲像咱摕手机嘛是有足侪无共的公司做的零件，搁会甲伊倒做伙。所以讲上重要的是爱整合的物件。搁有这个 GE 这个公司，伊嘛有一个检验这个零件。所以讲，这个品质是有挂保证的。咱来看这个报告，写着吼 GE 过赢台湾伫咧 ICC 面顶。这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咱无足好的理由，就咧停工。GE 嘛有讲着讲，咱若是付钱，伊就会当帮阮做这个零件。所以讲，这嘛是毋是一个问题。伫我手头这是2罐碎罐啊，这是一个核废料的问题啊。这是啥物呢？这是一个人啊，一世人若是当用核电啊，伊会产生的核废料的量就是安尼尔。因讲这会对环境造成足大的伤害啊。但是呢，你若是甲伊好好处理好，甲伊放好，你会当亲像丹麦甲伊开放互人民参观，也是要像挪威甲伊放咧地下100公尺，拢是无问题的。重点是你爱甲伊放好都无问题。过来，因讲这爱开足侪钱、足侪时间，有人讲爱开15年呢。但是呢，足侪代志是会当同齐进行的，所以讲大约5到10年就会当重新启用。嘛有人讲爱起新的啊，但是为规划甲运作拢是爱足开时间的。若是讲着开钱，你即摆放伫咧遐嘛是了钱啊。所以讲，你若是甲伊收好，甲伊开始运作，1年会当省600亿，所以足紧就会当回本啊。所以讲，这个核试的问题啊，就是会当解决的。你问题是你爱做还是无爱做尔。
我的重点就是第一是伊是安全的，第二是讲核废料是会当处理的，第三就是讲虽然会开钱，但是会当赚回来。多谢。非常感谢正风第二遍咱的铁安啦吼，非常感谢。即阵咱要邀请反风第二遍，邀请英主，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我是林英主。阿嬷定咧讲，咱人在世，天灾人祸有时阵会拄着，毋通永远拢拍迄个无事牌。经历为1951年开始使用核能，已经发生了3届大型的核能事件。散离岛是因为设计毋对，车诺比是因为操作的失误，福岛是因为天灾的发生。可见核能只适合用伫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现实的生活中充满各种的变数甲意外。嘛有足侪代志是咱人无法度去控制的，像核子本身的反应，一旦气候放起来，就会引起连锁反应，真歹控制。10年前伫日本所发生的核灾，好亲像搁伫咱的眼前。迄时阵，遮尔侪灾民伫汹汹公共中袂赴烧时，就永远失去了因所徛的所在。行到安尼，煞爱加派骹手到核厂内，一直甲炉心灌水，来防止二度爆炸。嘛制出了产生真济毒水，超过120万吨。正所咧痛苦无当通排遮的废水，若毒强要排，周边的国家是大大的反对甲抗议。IAEA 国际原子能总会嘛有讲，高污染的核废料到今还无法度处理。目前全世界已经累积了25万吨的核废料。即马咱台湾的做法是，甲迄核废料原地放入厂内，一直放到满为止。住伫厂遐附近的民众是相当的无奈甲烦恼，而且所有的管市长甲民众拢无同意伊所徛的管市会当互人放核废料。想看卖，咱若要照公平来讲，敢是咱2300万人，侪人拢爱分我转去放入厝里。想到无步，敢要挖空放入涂骹底。咱即代为着一时的电，煞甲后代子孙留几十万年拢袂化解的毒。徛伫世代正义的角度来讲，这敢有公平？敢有良心？核能的使用毋是讲咱科学的问题就会当解决的。这是社会的问题，这内底有人甲土地的牵连。咱真幸福，生伫即个美丽的岛屿。咱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台湾遮小，而且佫只有一个，咱无当通摕。请咱大汉的土地，咱爱好好甲疼惜。恁讲敢是？非常感谢反风第二遍英主啊吼，甲咱做这个新论这个部分。即阵咱要邀请正风第3遍是咱卢德廷，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我是正风的3遍卢德廷。辩论到遮吼，其实有个代志，咱是爱来思考一下。台湾欠电这件代志，咱已经是确定了嘛，咱就真正欠电啊。啊，若要面对这个欠电的问题，咱要用啥物方法来解决、来处理咧？啊，若真正像对方讲的，咱无爱这个核市场，安尼咱后盖要用啥物方法来发电呢？咱今仔的发电量吼，写做安尼啦。那用电是世界平均的3倍外，咱靠的佫全部拢是甲人烧火炭。啊，安尼一直伫遐烧，啊，敢会当？咱会当确定的其实是吼，这个物件烧火，毋是咱爱的未来嘛，咱无爱即款未来。翻倒转来看咱的核市吼，啊，其实伊是一个足长期的电厂，会当为台湾发足侪电，
来解决咱的欠电的问题。为什么咱无爱去甲用呢？这几年的资料看起来吼，其实核能发电是一个足环保的能源。你敢知影核能的碳排放量比太阳能、比风力、比水力、比天然气拢搁较低？而且核能是一个对人体健康无伤害的能源呢。你敢知影，若要发共款的电呢？这个化石燃料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核能造成的1000多倍。对，你无听唔对，都是1000多倍。而且，这个世界的核能技术其实是愈来愈安全啊。这10年内底，包括福岛核载伫内底哦，因为核能发电来过身的人数是1人，对，就是1人。过来，核能发电其实是一个足俗的这个能源呢。咱来看这个资料，咱拢知影法国甲德国都住伫隔壁尔嘛。但是你敢知影法国的电钱只有德国的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法国有70%的电是来自这个核能发电。核能发电拄好就是一个成本足低的能源，所以安尼发电发起来其实是足俗的，因为电费都足低的。其实我会当体谅啊，足侪人是会烦恼这个核能发电造成的危险，感觉有风险。但是事实是咧，伫这个前9年内底，这个世界上无半个人因为核能发电来过身的。核能就像飞轮机共款，安怎讲呢？飞轮机是一个足安全的这个交通工具，毋过足侪人也是会烦恼坐飞轮机嘛。毋过你若真正要为着坐飞轮机来发生问题，造成你身体的伤害，这个机会是比你行伫路顶去互雷公讲着的机会搁较少的。所以其实安尼来烦恼是无必要的。核能嘛是共款啊。其实咱即马去烦恼伊的安全性是无必要的，因为比起别款的发电方式，核能已经是一个足安全的方式啊。对方啊，有足侪电视头前的朋友，我毋管你今仔是反对核能，也是反对核四厂这个物件要起，我拢爱讲吼，核四若真正起起来，也对台湾造成足好的正面的影响。你若是反对核能吼，其实我头拄已经讲过足侪科学的数字，会当证明讲核能其实是一个安全、清气，有足俗的这个能源啊。你若是反对核四吼，烦恼核四的安全问题，其实这烦恼是无必要的嘛，因为科学的证据已经甲你讲核能是安全的。人据这个供电的公司，伊嘛讲这个物件，咱吼因会甲咱创得好。咱所以是无需要烦恼伤济啦。烦恼转来，你若是无爱核四对无？安尼咱后届的电是要倒位来的？台湾即马都已经欠电了呢。所以咱敢讲要起一个新的核电厂，也是讲你要起伫倒位，这个物件拢毋知影。要起的时阵，敢会拄着甲核四共款的问题？这咱是无确定的嘛，对无？也是讲你无爱核电，你要烧搁较济火炭来发电，安尼毋是造成搁较济空气污染吗？安尼对人体嘛无好。咱即马吼有一个遐尔清气的发电厂，会当为台湾发遮尔济电，为着咱的环境来造成遮尔大的帮助，为什么咱无爱好好甲利用？这真正是一个选择要爱还是无爱的问题尔，这毋是一个啥物科学的问题。你若要爱伊做，你若要互这个核四甲起起来，连你突然间大家拢无问题啊啦。你若无爱互伊起起来，你环评10年嘛无爱互伊过。所以我讲吼，咱若是要保护咱的环境，都希望大家支持核能。非常感谢正方卢德廷，然后这阵咱要邀请反方第三边蔡坤时，时间4分钟，请开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反方第三边。我今日要来讲的是，台湾无需要核能发电这种恐怖的发电方式。因为核能发电，伊毋是像迄头仔人讲的，足安全、足清气。因当有看到核能发电袂有啥物空气的污染，毋过因无注意到核能废料。即卖因就会讲，核能废料因有法度处理，其实上毋是，因即卖阁有足侪核能废料是放伫核能发电厂内底。若是真正出代志，咱敢要看到咱的子孙变成安尼，咱的良心敢得会过？所以，咱应该要甲核能发电厂废掉。讲废掉，嘛毋是即马马上就甲伊废掉，是甲伊慢慢换掉。要用再生能源甲伊代替。再生能源即马伫台湾发电的比例只有6%尔，所以咱的目标是伫2025年，甲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提升到20%，甲核能发电慢慢废掉。即马因可能会讲。
绿色能源发电无稳定，有时啊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而且发电的成本阁悬。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伊的发电无稳定这个问题，会使用平常时发电计出来的电，甲水库的电，甲水库的水抽去咧水库顶悬。另讲，伫咧台湾真正需要用电的时阵，较甲水库的水放落来做水力发电。过来就是成本的问题，真正核能发电即马看起来真正足俗、足好用。毋过，因即马看到的答案是，伊即马伊的原料的成本安尼尔。因无注意到核能发电，伊会甲咱的环境、咱的世界带来足严重的破坏。毋过即马绿色能源看起来真正是足贵。毋过咱甘愿开较贵的钱，卖互咱台湾继续受到核能发电的破坏。绿色能源伊是一个会使行较长久，佮会使用足久的电，无像迄核能发电。核能发電伊的成本，伊佫愛加伫咧伊本地，甲伊的原料挖出來，佫愛處理核能廢料。核能廢料即馬是上嚴重的問題。咱世界第一間核能發電廠起起來，到即馬已經有60-70年啊。毋過，咱人根本即馬都無一個完全的方法。会使去处理掉即个核能废料，因可能会讲绿色发电，即马根本都无实际，因为台湾无遐尼侪的能源来用绿色发电，因为即马台湾是需要用电的。因讲进前台湾停电，其实毋是，台湾停电迄边是台湾因为台电有人在控制无好。台湾较会停电，毋是像因讲的，台湾的电无够，一定有需要用到核能发电。上尾啊，我要讲的是，台湾应该选择一条安全，佫会使行较长久的路，毋是去选择一条会甲咱的囝儿世世造成破坏的核能发电。最后，我甲大家讲，互咱伫咧2025年，互咱大家做伙加油。把核能发电做伙踢出台湾，谢谢。非常感谢反方第三边群胜吼，咱即阵第一阶段申论的这部分已经结束吼，先来甲大家整理掉反方的这个观点吼。南台湾少年这边吼，针对核试厂伊第一个这个条件有危险吼，工程品质也佫有一寡疑虑的这个所在，所以咧要电开吼，中客方受淡薄困难。另外，咱讲到日本10当进前这个3·11核灾这历史哦，也互人印象真深啦吼。核废料是万年无改的这个部分。另外第三点呢，因是讲到再生能源国际这个趋势，嘛要求着能源转型吼，嘛讲到讲核试这个成本，若是继续起，有影了之佮了事啦吼。正方咱讲到美国 IEP， 因透过激励啦吼，讲台湾亲像讲电无够用，亲像讲这个513、517大停电、小土炭。空气污染介严重，嘛要证明讲中开核试是解决欠电的这个方法。另外嘛讲到底核试厂还是无核试厂，付出的这代价是啥物啦？吼，咱讲第一阶段已经完整来结束，即阵咱先休喘一下吼，莫遐紧张吼，咱等下会当善用着家己的这个资料吼，咱传着真济，咱讲的证据也好，数字也好，伫第二阶段咱就当好好来使用吼，自由辩论，咱即阵特别来了解规则是啥物。第二阶段自由辩论发言无一定的这个顺序，嘛无限制几摆，由正方先来发表。发言结束了后，随换反方时间会开始倒算。过程内双方辩员不断交替来发表，一直到任何一方发表时间结束，由上尾一名辩论员来做代表，甲剩落来这时间用互煞。正反双方各自拢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即阵咱第二阶段自由辩论，先邀请正方先开始。请问反方，恁甲支持有核能？来，反方。阮当然无支持核能这种恐怖的发电方式伫咧台湾。安尼，恁若无支持核能，恁感觉后届要用啥物物件来发电呢？咱会使用太阳能、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来代替咱台湾的核能发电。啊，你敢知影太阳能发电会足大的？伊的制作的
太阳能制作方式来反讽，来摆啊举起来就当讲话。太阳能是嘛是会伊废伫迄房啊嘛是会嘛是会有氧，但是比起核电，太阳能是无遮毒。正红，太阳能敢真正无遮毒？你看这个碳排放量就好啊。太阳能迄个房安尼算起来，伊其实排放的碳比核电搁较济呢。反讽，你即马看到的危险，当然有伊的碳排放，毋过你无注意到核能发电伊的核废料处理的问题。所以你会当解释是有啥物款的问题？核能废料即马上严重的，就是伊即马制造出来的上严重的废料。伊即马核能废料，伊袂使直接摕出来排，伊上严重废料，当然会使伫伊发电厂内底，对本地的炉心内底抽出来，用去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水池，一直灌水，一直灌水，互伊温度莫遐尼悬。所以咧，恁若是因为伊会一直发迄个核能发电伊的燃料棒，伊需要水，咱的水一直灌，一直用。若是有一天真正海中，甲咱的柴油机引去，柴油机无法度抽水，去甲伊的温度降落来的话，核能发电厂伊就会发生爆炸。伊的爆炸毋是讲真正核能爆炸，伊是因为水烧了，伊变成水汽，伊的水汽压力伤大，甲规个核能发电厂规个用一个崩去。正红，所以安尼，你听你讲起来，核能的废料其实是放伫迄个核电厂内底，还是放伫一个集中的所在嘛，甲伊放起来。安尼，伊毋是伊敢会甲咱平时的生活有所即个接触，就是咱平时嘛拄袂着遐核能的废料。即个我要讲的是，因为核能电厂伊制造的废料，伊是会一直制造，伊会一直放伫遐。若是真正有一天，有个人的失误，也是真正地动，恁头仔讲核能发电厂伊会使受地动刺激。啊，若是有一天真正超过7级，伊真正规个核能发电厂伊怎闭哩？怎流出来？我请问恁，即个要安怎？我拄则讲是0.4G 度会当当7级的地动，但是伊是0.66，所以伊会当比7级搁较大的地动。我阁想要问，除了地动，嘛有像战争的风险，像咱台湾一日到晚拢有迄战机啊，甲军舰的出现，这嘛是有战争的风险。请问要安怎？反红，正红，咱即马看起来吼，政府是要增加即个天然气来发电嘛，对无？天然气咱嘛是甲外国买啊，无咱即马另外一个公投要投的迄个物件，都是要来接受天然气的嘛。你若有战争的风险，你天然气别国若无爱互你买天然气，安尼你电要倒位来？咱电会使对再生能源来，用太阳能、风力发电来。而且恁一开始头仔讲的，一个人产生的核能废料，当有这两罐尔。恁会使保证讲这两罐核废料伊对地球造成的影响是偌济吗？这种核废料，伊毋是讲伊量足少，伊就无啥物危险；伊量足少，伊嘛是会造成咱地球环境的破坏。请问恁这款物件，恁这款问题要安怎处理？伊量足少，伊有可能对地球造成危险。毋过，阮头拄仔就讲啊，虽然伊是量足少，嘛可能真正对人体有危险。毋过，你若甲好好保存起来咧，你甲藏起来，藏你遐就无代志啊。虽然恁会讲这是对咱的后代的子孙吼有某一个交代啦吼，藏伊遐甲因读。毋过，你若藏伊遐真正甲伊防好，甲管理好，安尼敢真正比你逐工你遐烧煤炭安尼有空气污染，敢有比迄较差？来，林勇。
阁有一个问题要甲恁请教吼，就是若台湾发生像迄阵福岛的核灾，规个北台湾用要1000万人，要安怎处理？来，正红。台湾的迄个核试场，其实会当当足济的地动，吼啊，福岛迄个核灾，其实伊有另外一个发电厂，嘛是协定的，伊是离伊的震源搁较近的呢。啊，迄个发电厂就无出代志啊。啊，台湾啊，因为福岛迄个发电厂是海水倒灌造成伊的问题。毋过，咱去即个核试场迄个所在，其实咱敢真正有即个海水倒灌的风险，这您敢知影？来，环峰，领主。不只是海水倒灌会造成即个核灾，嘛有人为的生物啊，甲一寡的问题，其他的天灾啊，嘛会造成遮个风险。来，正红。你袂当甲人为的事物算入去啊，因为足侪物件拢会有即款的问题啊，这是无法度预测的。环峰。我要问的是，恁无爱甲人为的因素算入去，莫非恁要叫机器人来控制核能第4发电厂？亲像恁头拄仔举例嘛，啊，恁举例恁是举即个车诺比，啊，佮有即个三里岛嘛，对无？毋过三里岛伊其实无死任何的人啊，啊，车诺比迄是几十年前的代志，迄当阵咱可能对即个物件研究也无介清楚，所以迄当阵出问题。啊，你袂当甲30年后还是20年后即马来比啊？因为咱即马全世界遐侪核能发电厂，拢已经有一个技术，咱拢已经知影安怎操作啊。来，李明。请问，阮若甲核废料载去外国，啊，若万一冰存，安尼敢是会互全世界的人骂死？正红。你若核废料的冰存，安尼其实这是一个无机会足细的物件啦。啊，毋过我用一个举例嘛，咱全世界即马买石油，啊，逐工迄石油的船到伫遐驶来驶去，迄石油是足济，比核废料济足济的呢。啊，你伫遐驶来驶去，你嘛无惊伊冰存，迄若冰落，迄规个海拢是石油呢。啊，你安尼毋是足奇怪，用这来讲。来，反方存5秒。石油是无放射线的，但是即个核废料是有放射线的，这无。时间到，即阵换正方35秒，请开始。哦，其实咱是无需，咱虽然讲外国有人讲吼，咱这核废料会当过来发电嘛，毋过咱无应该，咱嘛无一定爱运去即个外国啊，对无？咱会当甲即个核废料放伫遐，甲保存就好。其实是对即个环境无啥物影响的。过来，咱看因讲的再生能源，其实再生能源即摆看起来，你要制造出迄个再生能源，除了成本足悬的以外，伊造成的碳排放量嘛是足济呢。安尼，你若用太阳能甲风力的发电，其实毋是一个你会当长久的方法。好，时间到，非常感谢哦。第2阶段自由辩论哦，咱看这组嘛是真精彩哦。咱过去看就讲吼，德庭吼，伫遮吼，这个言语真正较清楚啦吼。啊，这边嘛无咧认输哦，咱看到讲昆城吼，伊即阵啊像咧拍排球共款吼，这个攻击手啦吼，会当一直发动攻击吼，啊，互恁遮来回应，啊，恁回应了嘛真正袂歹吼。尤其一个德庭遐吼，佮有铁安遮吼，拢总是咱讲一粒的这表现吼。另外，咱头拄也讲到观察的点。爱观察恁样吼，哦，头拄仔嘛等足侪问题吼，问对方啦吼，真正是咱讲英雄出少年吼，真正感谢因鼓励因啦吼。即阵第2阶段自由辩论就进行到这，即阵要进入第3阶段吼。第3阶段咱是结辩，先来小解规则是啥物？第3阶段结辩，咱先由反方先派辩论员来做结辩，再由正方来做结辩。时间共款是4分钟，袂当超过4分半。即阵咱来邀请反方结辩林英祖。伫遮要向大家分享，我是住伫高雄遐，一年透冬，天若光，日头是光死死，尤其若到中昼甲下晡，佫是真赤热。大家想看觅，一日为光头白日到日头落山，你若无甲应用，就白白浪费啊！啊，佫再讲，
咱大家去海边拢有感觉海风真透。咱台湾海峡嘛，互人选做世界上好的风场。风咱若无甲使用，伊就吹走啊，安尼毋是真无彩吗？今日来到遮公开辩论，咱反对甲支持的，拢讲甲喙甲全破，应该是道理会愈辩愈明。我会当了解，正风这边是烦恼未来台湾的电会无够用，所以赶紧要来为咱找电，这嘛是值得肯定的代志。毋过大家免伤烦恼，人讲头过身就过。按照目前的能源规划，咱若是甲钱甲资源拢用嚟发展再生能源甲强电的设备，几年来咱发的电就会超过核数的4倍。这还只有包括风力甲太阳能，还无包括水力甲其他的绿色能源。核数停工、复工，并来并去。到今已经开3000亿，若要搁起，又搁爱开800亿。若对照伊的发电量，一度电的成本，才就爱10块啊，根本是头较大身，自找麻烦。啊，这个无包括有一日伊的收煞甲核废料的处理，若要算落，可能爱开1条外。若是咱认真来发展再生能源，支持观念较新的新能源，一度电的成本才3块半尔，而且时间搁过愈久，成本搁会降到2块半，安尼毋是较会好吗？而且要甲大家报告，即马世界的潮流，再生能源步步跃升，已经要超过核能啊！即马世界使用核电的比例嘛，已经由1/4降到1/10。即马已经是新的时代，明明世间有比核电搁较安全、搁较环保、搁较永远、搁较经济的能源，大家根本就毋免搁选择废料无人有法、搁危险的核电。核数嘛根本无完成。公投了嘛无法度马上发电，祖先一代搁一代，甲土地传互咱，咱嘛爱完整好好留互子孙，互咱搁伫遮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永远生叹。非常感谢反方咱的英子啊吼，有情有理来做结辩哈。即阵咱邀请正方卢德廷来做正方的结辩，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我是正方的结辩卢德廷。10当前的台电啊，挂保证甲咱讲，这个核试一定会起好。啊，后来换一个政党，换一个总统，突然间，规个台湾电力公司拢变做伫反对核能啊！安尼毋是真奇怪吗？你共款的一间发电厂。共款的一间公司，共款的科学的数字，你煞完全无共款的想法。这代表你讲话，你做代志毋是看事实。这代表你是若要支持的时阵，找证据来支持你；你若要反对的时阵，就出来找反对的证据。安尼，然后才为着反对来反对。毋过做代志敢会当安尼？咱即摆核试厂吼，1号机已经做好啊，2号机搁甲创的燃料棒，才为美国甲送落转来，4、5档就会当。重新来开始运作啊！足侪人讲，这个核试若要来用吼，是爱20年。啊，毋过，吼，咱若是要起新的电厂，敢会比20年较短？咱的这个宽频通过爱偌久？你敢要选新的所在来起这个电厂？啊，若是要用太阳能发电，若是要用风力的发电，啊，这个发电量敢有足，敢有够咱用？啊，够贵？安尼，咱敢真正要甲咱的钱放伫即款发电的方式？过来，咱来看卖咱的环境的问题吼。其实即马真正足侪科学证据是咧讲，即个核能是一个清气、安全、环保啊，佫俗的未来能源。就像联合国的 IPCC 讲的，核能是其中一个咱会当未来用来发电的方法呢。伊是一个未来清气的能源呢。因若足俗的，碳排放量嘛足少的，甚至比
太阳能、水力、风力，拢搁较来环保。啊，亲像他拄仔对方讲的啦，即个太阳能咱会当用水库甲迄个电吼，伫伤济电的时阵，用水库甲迄个电存起来，啊，到时阵才来甲迄个电放出来。毋过问题是，这若真正太阳能会当安尼做，全世界遐尔啊济水库，为虾米足济国家搁伫起遐个会当存电的迄款大型的电池？这其实是拢是足无环保的，伊看起来是用太阳来发电，毋过伊其实是造成搁较济污染。啊，就像阮拄仔二边讲的嘛，核废料根本就是毋是一个问题，因为伊的量足少，你若甲伊藏起来，甲藏好好，无人会去摸着迄个核废料呢。所以其实啦，核能的安全性，亲像我拄仔讲的，甲飞轮机共款，伊其实是一个足安全的物件，只是大家人拢去甲误会。我咧遮就是讲吼，即马即个世界上其实有足侪环保的团体，伫主动即个核能发电，啊，遮个团体咧，国际的也好，国内的也好。真正就是无伫顾咱的环境啊！足侪，佫有迄款伫网络顶悬放广告来卖核能来抹黑核能的啦，因就是无看数字嘛。因为咱科学家讲出来是即个核能真正是一个安全佫环保的一个发电方法，所以吼因遮个人安尼咧反对，咱即马遮济款烧火团的发电厂啊，逐个人做伙来扫即个空气污染，安尼其实是无好的呢。核四厂吼。差到即马已经差几啊年啊！当然支持的人拢有支持的理由，反对的人嘛永远有因反对的理由嘛。不过反对的人拢袂甲你讲，你若无爱用即个核四厂，咱后盖即个电是要伫倒位来的？安尼其实咱应该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解决即个问题的方法。核能发电伫全世界已经做遮尔济档啊，咱该有的技术其实拢已经发展了差不多啊。所以今仔日问题只是讲你想要做还是无爱做尔，是你想要还是无爱。啊，咱今仔若是真正体认到核能发电的重要性，啊，真正莫来去误会核能发电，甲伊想做是一个对即个地球无好的能源。咱其实去体谅去想看觅核能到底是啥物件，咱会当接受伊，啊，咱就来去甲伊核试，整修好，啊，确定内底的物件拢是安全的，咱后盖就坐着核能。核试即台飞轮机啊，带着台湾飞上天际。咱吼在乎的是即个咱后盖的子孙，咱的后代，咱要为着即个世界来找一个清气的能源。多谢。非常感谢正风结辩吕德廷啦吼，即阵咱3个阶段的辩论拢已经结束啊吼，真正无简单吼，即个青春少年、国中生吼、高中生哈，尤其吼，这是拢较幼气的，高中1年啊，才有高2、高3啦吼，咱先来请教玉信吼，甲家己拍几分？60分。60分哦，无要紧，安尼表示讲，佫有进步的这个空间哦。但是你勇敢徛伫这个舞台，已经是100分啊啦吼。啊，铁安尼安尼表现过第2届啊？我感觉袂歹。袂歹吼，铁婷咧。大家人拢是100分啊！大家人拢是100分啊吼，尤其你头拄仔嘛讲着吼，台语互你满满的这个自信，相信这2场比赛内底，大家看到德廷的这个表现有影真在胆吼，佫一摆甲因鼓励一下。啊，再来是咱这个南台湾少年吼，今日是这个整体服装吼是 no news 无这个核能啦吼，啊，其实过来请教林阳啦吼，安尼辩论了后，你甲吼辩论前甲辩论后，你感觉上大的这个成果是啥物？你得到的成果？会使利用即个机会来练习要安怎离大家面前讲话。是安怎练习讲话啦吼？啊，英子咧？感觉讲即个机会真有意义，安尼会使讲台语，然后台语爱时常讲、定定讲、大声讲。时常讲、大声讲、直接讲啦吼。上摆请教坤胜。你头拄仔讲是你是即个恁即组的即个攻击手啦吼，你安怎做准备？啊，甲即阵的即个心情是安怎？我的准备就是伫咧平常时看较侪的资料，甲遮个资料的问题一个一个找出来去问大家。搁有我来遮，我感觉我学着足侪，我学着要哪伫咧大家面头前讲话。学着要哪用台语甲大家讲我想要讲的代志。有影吼，咱拢总8场啦，今日
高中生这组嘛有够精彩啦吼，咱有影见证着讲这个少年世代这个思辨力啦吼，而且咱看到讲吼，这个美国 IEP 啦吼，因这个国际班的这个学生对台语有影重视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南台湾少年嘛无咧客气啦吼，讲这个母语吼大声讲起来，直接讲、互相讲啦吼，啊，对咱的这个福建吼，真正会当吼豆豆咧做一寡这个改变。有影，咱过来小解一遍哈，邀请着讲12月18号，咱有这个公投开票吼，6点至7点，爱好好来支持。上尾邀请两队拢来甲咱节目头前啦吼，舞台头前，感谢玉琴真好的表现，感谢林阳上是少年的，感谢铁安有影愈来愈赞，感谢英主。感谢德婷，多谢，感谢坤盛吼，咱徛在头前，感谢观众嘛，感谢两队，甲大家恭喜一个有影在打啦吼，咱对镜头，感谢，好有影赞哦。